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的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势变成看待，刀锋剑来无相同，叫我阻碍千百里，叫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涛澎湃，心脾之泉比之情较真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都找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滋味托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的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势变成看待，刀锋剑来无相同，叫我阻碍千百
将你贴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势技巧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做爱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心比之泉比之情较真的，含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贴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算好，若是月光，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
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哎呦，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吼！来，进来，我们今天最后77777还债送啦！来，我帮大家把那个 V 券开起来。小红，好，你们再帮我听一下 V 券会不会太大太小声哈？小。好哦，好，有需要调整再跟猪猪讲。哎呦，伤脑筋哦，怎么只剩最后一盒啦？哎呦，只剩这一盒而已，是不是？哎呦，伤脑筋哦。哎呦，看得我好雀跃哦。哎呦，真是伤脑筋。哎呀啊，真是糟糕。哎，奇怪，我们那个奶油怎么弄到汤匙上了？哎呦，听听我现在多雀跃啊！哎，这是最后一盒哎，好不可思议哦！我们这个企划嘛，硬要说要企划吗？啊，对啊，真是伤脑筋。之前还在担心还不完的东西，怎么一转眼，哎呦，第7次就还完了。我们中间还有穿插一次，请威力教练来替我们分析。对我们这个碳水多的这个配方，您各位安排给猪猪的深层重训疼爱餐。对，但是碳水多不要紧，因为它糖分高嘛，碳水多生成肌肉快。我们要加上什么蛋白质，所以猪猪通常都会再额外补充无糖豆浆，是不用担心的。哎，尤达晒，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尤达，你吃饱未？我今仔日要吃这葡萄瓜，嘛是最后一摆啊！哦，真小送，我告送哎，最后一次了啊，兄弟啊，你们深层的爱，这一盆吃完，我们就要成绝响了，兄弟啊！看看我今天多么的雀跃啊 ，secret 啦！看我今天多么雀跃，好开心哦！就是不得不说，今天打开这最后一盒，我觉得我对于它的味道其实已经不觉得不呛鼻了，甚至我觉得有一些让我觉得还挺安稳的。它让我觉得还挺安稳的，对，因为这个味道，就代表哦，我又要来重训了嘛。我要来还债了嘛？对，但是不晓得为什么，真是有点舍不得呢，兄弟。不要紧，天下没不散的宴席，你们也知道的，对不对？是不是尤大讲？对，尤大讲，恁刚怎样？这个低卡姐姐上惊的就是葡萄干，这真的是唔通讲的物件呢。这没人家啦，那我肯定会通家啦。这个葡萄干是朱迪卡此生最怕的食材之一，我今天总算要把它全部消灭殆尽，不会再有第二次，不会再有第二次，送啦！开台吃不了，还可以上。水木先生，你那个葡萄干，我这边基本上今天解决完之后，不会再有任何葡萄干了，你们冷静好吗？好，泽野先生，安安，多喝安安，猪表示不够，再多一些。哼，我像家里已经没有半盒葡萄干了，猪做见证，就是薄荷猪做见证，好不好？没有任何的葡萄干了，怎么样都影响不到我了。对，我现在心情超雀跃，好不好？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啦，希望明年也有这个挑战吗？只要我不要很皮的开启那个有劲转盘的话，基本上今年度就是稳，就是 OK， 好不好？今仔日吃啥货哈？色素先生伊拉下哈，今仔日我吃葡萄干、甲蚵仔、甲蚵奶、甲三色豆，甲三色豆三色豆、凤梨还有芋头，还有几丝丝啊，这可丽姆啦，这奶油啦太赞了！今天过后就开始怀念了的。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我不争气的，或许可能会怀念，但是我打死都不会讲。对，Yuda 姐姐很怕葡萄干，这是我这辈子不会主动吃，然后吃了会就是只要有一颗就可以让我毙命的东西。走走伊拉塞，不要听他说谎，他说我明明就很讨厌吃葡萄干，我已经吃了不知道第5次了。你们每次听我在吃葡萄干的那个声音，就知道那个痛苦指数多高，不是吗？就只是太喜欢吃了才会放到最后。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放到最后的绝对就是很快乐的这个芋头，很快乐的芋头，还有很快乐的这个凤梨，这绝对就是要一样，就是我们要先苦后甘的这样吃，对不对？对，我们很快乐的这个凤梨、芋头，还有一些许的奶油，这绝对是后面吃的，对。然后这个三色豆什么的，感觉现在也算是可以，就是快乐指数升高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就是三色豆，我们尽量往后挪。想看你还健康哦，这讲有健康，这就甜呢。这哪是无配白的物件，真正是在糖分啊，伤过管啊啦吼。这如果没有配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个糖分算是蛮高的。不过你重训其实高碳水、高糖分的东西是可以就是帮助肌肉生成，所以我待会结束之后我会再去补一杯无糖豆浆，这样就完美了，好不好？午安哦。子奈，欢迎来到第2频道。今天我各位就痛苦的吃这葡萄干，拒绝葡萄干，接受葡萄干，喜欢葡萄干，只吃葡萄干，最后变成葡萄干吗？成为葡萄干，还好我们水母没有说成为葡萄干。哈哈，老师一打下来，我要吃这是不能吃的东西。最后一盘了，就连凤梨都列入快乐吗？对，我只能说这一趟真的感谢你各位兄弟们以及福利熊。对，你们让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是这些食物只要有葡萄干在，他们都可以成为美食。只要有葡萄干在，他们都可以成为美食，救命啊！等一下，好没事。我想说奇怪，我这个下面怎么没有在轮播？它应该要开始轮播啦。有轮播了，对。然后在这个我们最后一次的这个葡萄干还债深层重训回的这个当中，我刚刚居然没有发现我的右下角居然没有在轮播，画了发，它应该是要轮播的啊！生日季过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宣传哦，例如我们这个生日季的这些周边，以及套组限定的这个农药袋，以及我们的旗帜哦，我们的旗帜火焰旗真正就台湾毕业各咱背心呐讲到了台湾那边那有可能没背心。没啊，我们这个公庙帽是一定要的啦。各有咱那火老师有够下派的立牌，有够水，这个立牌有无？而且咱今年的3月开始有发布爸爸咱赞助咱的节目啦只要你今嘛加入咱的台湾话组织员这个会员，你就会当每个月拢收到咱文化部爸爸赞助的礼物哦。我总算会介绍了，对，总之我们生日季虽然说上个礼拜过了非常非常相爱相杀，但是我们还是持续在预购中我们的生日的这个单品的部分。等一下，我的专辑没有放进去吗？等一下，我的专辑，为什么专辑的图不在里面？专辑的图应该是在里面的啊。你们等我一下，专辑的图怎么不见了？专辑的图不见了，你们等我一下啊！专辑的图怎么会不见？稍等一下哦。奇怪嘞，我专辑的图应该是有放进去啊，他怎么没有帮我放进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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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因为我放错资料夹。我放错资料夹，奇怪，想说奇怪，我专辑的图怎么不见了？我专辑的图放错资料夹了啦！我真的想讲不怪哦，我想讲哪有没看到啦？好，专辑的图现在我把它贴回来好了，免得之后找不到。好了，他回来了，上工了，应该都有了吧？然后精装版的嘞，精装版怎么没看到？
有啦，精装版也在上传了，哈哈哈，该上工了，该上工了。想说奇怪，怎么没有看到？好了，上工了，该工作了，沃克，就像朱迪卡要还债一样的没够沃克啊！好，他们在上工了，他们很乖。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赛树先生，欢迎你咖喱咱的主宰专员吼。好，追一下聊天室哦。安尼食真甜吼，爱配茶米茶嘿啦。我即摆遮有迄头话送的这马克杯甲，连年学长送的茶米茶拢有啦，都传好好势啊啦吼，免烦恼。有啦，都已经有传好好势啊，都已经准备好了。高碳要有那个有氧练爆啊，战神拉起来吗？我的房间现在没办法甩战神，不然战神真的甩下去超级累，超爆汗，超级爽，消送对，不过今天我只能在我小小的空间，就是我们今天要还债的数量来标出来，我们的磅是128秒，然后我们的6公斤负重的这个深蹲是12下之外，我们还有就是200下的深蹲，好不好？今天我觉得有稍微爆汗哦，稍微爆汗吼。食甲小猪的迄血肠的压起来，你较爱较注意的。你放心吼，若是有配合这运动，应该是还好吼，唔免烦恼。然后是最近呢，健身这边要来加油啦。哦，你讲葡萄干哦，葡萄干卖买啦，这唔通食物件是买啥货？8月1号先生伊拉塞，大家懂什么啦？他哇？哦，迪卡这手袂歹看哟啦，这是迪卡。我讲我是迪卡，就真正是迪卡，我的手就是迪卡，安尼好不好？迪卡，我的迪卡，大家都理解迪卡日常没有错，非常之棒。崔姐姐伊拉塞，崔姐姐怎么办？被他们发现了。我们常常一起姐妹就是相约去买我们的姐妹服，我们的姐妹衣都被大家发现了，怎么办？对，我跟姐姐的穿搭基本上还蛮同步的，因为我们都相约去购物 shopping 啊，还要让你们知道吗？真是的，姐姐，你都跳塔巴塔是啥会 ？Max 组间有休息时间，一定要休息，不休息的话，我当场人生毕业，已经不是毕生毕业的问题了，是人生毕业，对，一定要休息，对，而且会边休息边补充我们的水分。至于我们这个可怕的葡萄干，我今天依旧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这个有劲的这个深层重训餐的部分，我一样想要先苦后甘，来。一样就先从一大口开始吧，兄弟们。时间来到了1点07分，我希望今天我在3点以前可以结束这一回合。新学家好逛吗，姐姐？哎呦，讲出来他们就知道了。好，葡萄瓜，我来呀。还是不行，单词还是好可怕。那这个单词，好可怕！不行啊，他这个单词的力道还是好可怕哦！天哪！他这个单词还是好可怕哦！救命！天哪！不行啊！第不，我这样吃
吃一口奶油免疫一下啊！我所谓的免疫是有加奶油跟海绵蛋糕的啊，怎么办？还是不行呢，没办法啊，不行，我还是要先苦后甘。我想到我后面还有芋头，还有凤梨，不行，我要加油。哦，咀嚼下去还是好可怕哦！我快结束这一回合，救命！我抱头痛哭哦，救命啊！想想你好，欢迎来到小水怪的频道。我这边在讲这葡萄瓜酱，我个腰神呢。啊，不行啊！哦，对，他妈的茶叶，雷迪学长的茶叶，不行不行不行，单吃还是真的是太可怕了。他单吃还是很可怕哦，真的要一直用茶叶洗嘴巴哎，身体不断的接受葡萄干。想想这是最后一次，对，最后一次，我快把它吃完。这是最后一次。不是我觉得我还要再喝一口茶，等一下。不是啦，我觉得不管怎样，它都好可怕。不行不行，我要想要最后一次先苦后甘。毕竟有蛋糕跟没蛋糕差别真的差很多哎，水灵宝贝，想葡萄干没办法啦，我真的没办法。最后一期坏消息，8月1号生，现在就我所知，朱蒂卡内线消息是没有第二季出现的，请你们放心，不会再有第二季了，也不可能再让你们看到我吃成这副德行。他仍然吃跟你说，安尼无法度，对，这不是甜的问题，其实我就爱吃甜的，我就爱吃迄龟两个，嘿，咱塔比欧加米洛克蒂珍珠奶茶有无？还是就甜的迄蚵仔冰啊，哦，还是台南嘛是就有名的什么胖有无？其实我就爱吃点心的啦，啊，不过这葡萄瓜无可能啊，这啥物件？要命哦！天公伯哪安尼对待我呢？葡萄干补血加油，春姐姐，不然你帮我吃好不好？春姐姐，虽然重训参加最后一次，但是重训，对，重训不是最后一次，我只要纯重训我就快乐，只要纯重训我就快乐，好不好？只要不要补充这个鬼东西，快乐，好不好？鲜奶油不够，他妈这么说很像也是，我鲜奶油应该是不太够。有非常之梦，我们上个礼拜的生辰惊吓的生日蛋糕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啦。哦，不要想不要讲那个哦，亚梅洛，总是毕竟都会想来想想。只要我不要把有劲转盘拿出来，一切就没事。只要我不要再把有劲转盘拿出来，我们这个咕噜咕噜声就绝对是绝响，知道没有？绝响。像只要猪猪不立起，就算寄过去，没错，
只要我不立起，听说我后面还有10盒还是5盒，我已经不想去问了，不敢问，我怕问了我崩溃。总之呢，听说后面最少5盒，最多10盒还在我后面，只要我不立起，我不打开它，让它永远变成角落生物，我就安全，知道没有？那天是在听到啊，陈姐姐，陈姐姐真的谢谢你，陈姐姐，陈姐姐真会说话，哎呀，真是的，不是这样没错，可是万一旗子被拔起来，你们自己说，我哪一次旗子没有被拔起来？我哪一次旗子没有被拔起来？我要想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但是又不好拔的。我真的要不行，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葡萄干牺牲真的太大了，不行。我下次老娘如果真的再被击倒，我再把有进葡萄干的那个转盘打开的那个 moment， 我一定要，你们绝对不可能达标的，不可能，不可能。当心啊，是较少食的一大颗，你放心，因为我就爱水的，我真的是超爱水的。所以我真爱食点心无毋对啦，不过拢食一丝丝啊，吼，配合运动吼，都无代志啊，吼。来，迪卡，我相信啊，相信我，改天还是会见到你这个人，非常之陌生生，就不要让我把您这句话截图起来，然后在3个月后，我把它放出来自嘲我自己，好不好？我觉得知道我自己会作死，问是哪一次我已经好。不合，我觉得我的力气都非常的孤僻、孤自、孤开，只是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就是总是会有大佬突然经过之后，然后啪的一声就解手了，我就要吃葡萄干了，然后我的内裤就没有了。例如你下面的那个他哇，他最后的226的尾刀，他抢到了你总裁手上其中一片类似，他哇。也是有啦，不过很觉得那时候玩到军备竞赛一样旗帜，等一下，军备竞赛都出来了，但是就是不能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是结果论的人啊，我觉得大家玩得开心最重要，所以每次其实就是只差一点点就会解掉的东西，我还是好好给你们解啊，这样子对，这点是不记得我会真的开体质也有好姐妹，这在吃很多才42哦。听有些是肠胃吸收不太好，对，就是总之你们就是不管胖不胖，就是适量，不要像我这样作死，适量。至于那个炸蟑螂，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那个就我们汤的物件，真的小林宝贝看体质哦。再来哦，不行，我觉得我随时要把他娃的那个马克杯拿起来。我只要是现在哦，得必得我再喝一口我就无敌了。我只要有他玩的马克杯，我就无敌了。好可怕，还是好可怕！我快点吞下去。我其实每次啊，在深层重训餐的后面，我根本打死我都不想补档，因为我根本就不晓得我到底是发出了什么奇怪的声音。我是米娅老师，救命！欢迎你各位人夫群军在朱蒂卡频道的人夫们。你看这个丧尽天良的葡萄干，我今天已经最后一盒了。我觉得我今天吃完就无敌了。我觉得我今天 maybe 可能可以吃得很快乐，但是刚刚那个哀嚎声怎么回事？我觉得我刚吃的应该是要很快乐啊，因为最后一盒了。但是为什么我快乐不起来？要
求我早上参观，不要，不要。重点是，说到这个高雄，很像现在有蟑螂展哎呦，我光是讲出来我都觉得好可怕有，我想起来了，高雄现在很像某个地方真的有蟑螂展，全世界各地品种的蟑螂展，真人的蟑螂展，不要，打死我都不要去。对，哪一天我真的想不开，立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旗我就不姓朱。现在不敢说我是猪，因为每次都会破功，你知道吗？我就不姓朱。不行，不要老师，我不可能习惯这个东西，我打死我都不要习惯呢。对，我依然很努力在抓葡萄干的味道。我泡了任何的茶叶，我之前泡了红茶，泡了绿茶，泡了乌龙茶，我泡了桂花茶、菊花茶。我试着努力去找到，就是我可以接受它的一种茶类，至少我可以不要这么敌视它嘛。但是我觉得我是没办法，我已经给他很多机会了。虽然你5000多岁，但现在已经2022。等一下，我5000多岁，现在2026年，我知道你没机会说话，下次就改成不是吃葡萄干，是吃葡萄干的什么天堂、地狱转盘大挑战吧。我上次就是把我的有劲转盘打开，我原本想说边吃边玩，有没有？但是上次那个玩法是一发不可收拾，差点转不完，你知道吗？这应该会剪会觉得，所以水云宝贝是对的，水云宝贝怎么剪都对，水云宝贝怎么剪都对，就只是猪猪姐姐自己不想去补档，就这样，对自己宝贝想怎么剪，你就剪吧，亲爱的，你觉得好笑好玩的，你就尽量剪，尽量的嘲笑我吧，亲爱的。对啊，好啦，你看8月1号先生也不行啊，对不对？哦，对，香香真的对我有查到这个资讯，我那时候看到马上把我那朋友封锁。马上封锁那个朋友，可是不是全世界都像你没看到这样子长得很可怕。的确啦，因为其实蟑螂它就是某一颗就是长成那样，因为听说萤火虫不就是屁股会发光的吗？我们不要把它直接讲出来，但是听说萤火虫现在是萤火虫季节了，我突然觉得萤火虫真的是躺着也中枪。自从它被称为是屁股会发光的之后，打死我再不去看，然后不去看，不去看。对，白色听说很贵，嘛就碎耶哦，有新的利器。等一下，我就看那个寿山的蟑螂展到什么时候？不行，苗老师，我真的觉得人夫们真的鬼脑筋真的是动得很快，你知道吗？各位人夫啊，我知道你们生活压力已经不是颇大了，是超大，好不好？对，但是英雄所见略同略同什么略同？既然这样的话，我来看看蟑螂展。我自己把我那朋友封锁之后，然后还自己去查，我这样是不是很欠揍？我这样是很欠揍。到8月底到8月底都有的利期天哪，好可怕！救命啊！这个东西，我靠，这个东西要利期，可能要配合些什么东西？我天哪，好可怕啊！可是化妆品原料，对我知道，其实有一些养殖蟑螂，其实他们还蛮应该说不是干净的问题，基本上它就是没有无菌啦。养殖的基本上无菌的，那为了就是因为现在全球基本上对于蛋白质的需求非常的强大，所以会转往昆虫身上摄取，所以有做的牛奶或者做的化妆品是很多，真的很多。那些就海里的大部分那种那天哪是这样，是真的假的？可以不要我今天我突然觉得葡萄干不可怕了，我们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哦，真是痛苦，真是比较出来的。我突然觉得葡萄干不可怕了，你知道？好好吃哦，没有问题了。不对，即使是这样子一个话题，我还是无法凸显葡萄干。不行，葡萄干它还是没有办法对我而言是好吃的东西。
水灵宝贝，我认为痛苦跟快乐同样都是比较出来的。我认为我对于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我认为我在吃的葡萄干的同时，要是我去查蟑螂展，对不起，我怎么一直在流口水？我觉得我在吃这个同时，要是我去查蟑螂展，会不会反而觉得葡萄干好吃？但我发现我错了。快点，baby day，不行不行，出血了！你们看，居然内出血了，这个谁负责？内出血了！他在讲什么？水灵的午休时间还没结束，葡萄干跟干仔2选1，没有要，好可怕！天使在山里怎么这时候出现的？是农历7月大挑战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胆小如猪我真的是胆小到就是我很怕那些，我宁可信其有，所以我从小就很怕那些就是鬼怪的东西。就觉得我宁愿不要讲，一讲他就感觉就靠过来走开。可是我突然觉得，有一次农历7月，我真的觉得，与其要跟大蟑螂共处于世，我突然觉得农历7月不可怕了，因为那一天刚好前3天是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的台风，然后有大淹水之后，水管的蟑螂全都跑上来，所以我们家那时候3不5时可能会窜出1-2只，而且是超大超会飞。然后最讨厌的是什么？你当下没有解决它不见了，它不见了之后，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蹦出来。于是我某一天的晚上，我真的睡得很不安稳，我就突然就是对着老天跟他们说。普渡公啊，好兄弟啊！我突然觉得你们真的不让我这么惧怕了，因为我们家现在有一只蟑螂，那个惧怕感已经压过去你们了。午休时间的时候不一样是吗？水灵宝贝，肯定葡萄干，但是会不会去蟑螂展？联想力不足，你的想法实在太棒了，都以为什么啦？水灵宝贝。又不是在吃红豆，不要讲红豆救命！等一下，不要红豆，天啊，红豆！我真的觉得红豆不排除提出告诉他哇，红豆真的会跟你对你小心收传票，红豆寄来的，上午就葡萄干的味道。不是，我很喜欢红豆，红豆好吃，就是他娃说的红豆，你们知道是小宝宝吧？你们应该知道是小宝宝吧？对。因为买红山跟砂糖，而且那个也帮我生冷气。你可以叫我帮你打，我叫那只，这是假的，春姐姐，你真的是神力女超人的，你居然不怕我们家的神力女超人是臀妈，她真的是会默默就是拿起拖鞋，然后就是一点道貌岸然的打下去，可是她的力道通常都很小。然后打下去之后，蟑螂就跑掉，老猫去哪里？然后我更崩溃，都已经讲到了，你再跟我讲红豆，我真的现在马上请红豆寄传票给你。对啊，躲在衣柜的下吊死就隔离起来，死在你房间门口，怎么回事啊？好反胃哦。我觉得好，没事 ，nothing， 我继续挑战这些可恨的葡萄干，反正已经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遍啊！在我挑战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生日季周边套组支持起来，以及我们的第2B台语专辑，好不好？
那么刚好你从3月开始就加入我们150块会籍的你各位兄弟们，记得填单，谢谢大家。这一次我要来一个大的，我要快点解决掉它。2大口掉下去。奶油不要，奶油留给我，奶油等一下快乐的吃。奶油你不要跟葡萄跟同流合污，你下去。好。欢迎来到第一个频道。我今晚在吃这唔通吃的葡萄干。西西给老师，这不是派对，这是炼狱啊！我要来咀嚼了，我要来咀嚼，快点！我的茶叶救一下！这时候茶叶真的是一种救赎，你们知道吧？啊，这得比得真的是。妈祖跟你托梦，我就问是这个老师，你下次顺便问妈祖，这种东西可以吃吗？这种东西是可以吃的吗？这种东西不能吃啊！请妈祖大发慈悲啊！评理啊，这个东西不能吃，对吧？不好意思，今天就是朱迪卡会发出无限就是非关他人设的一些声音，那是因为太痛苦了。我追一下聊天室，哦，恰恰也是家里也有神力女超人赞哦，哦，红豆不好的回忆，在这里发现自家的神力宝贝，你也是神力女超人，你们家武功居然比张还多哦，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尤其那个啪叽，等一下不要啪叽。那个什么东西都洒出来，那个感觉真的很不好哎，可能不合住的地方比较不一样的关系哦。好，然后葡萄干配红豆，不要不行，不行，米娅老师你冷静，我真的红豆不排除对你们提出告诉，红豆很好吃，我超爱红豆，可以不要这样子吗？超爱红豆，不行，红豆不能跟葡萄干在一起，不可以。好久不见，大家，我今天在讲这唔通讲的葡萄干，就是要猪猪才能什么梦回史前生活这样子。你讲就健康，就是好问哎。不是，我下次要诚心的建议，就是妈祖娘娘，对我稍微要跟她可能沟通一下这件事情。我不跟她辩解，对，因为毕竟妈祖娘娘说的都是对的，只是我想跟她沟通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呢，对我而言呢，这个我愿意吃大量的可能芋头、红豆来养生，对，但是我真觉得葡萄干这个东西吃了会让我生活不能自理耶。吃的骨头啃光葡萄干，红豆突然想到国外有人做小肠造型，哦天啊，救命！哦不要，亚梅罗，最近就好哟，感谢你的关心，最近很好，老样子。只是我像吃葡萄干，整个人不好了。对，最后一盒了，只要我不要再把有镜转盘打开，一切真的是绝响了。最后一盒了，绝响了。每咬一口就想要喊叫，你知道吗？每咬一口就想惨叫。
到底什么鬼啊？什么鬼东西？够恐怖！是是伊拉塞。哦，好可怕！快点！大爷！救命！天哪！一勺一勺的进口了，没有错，每一口真的都。每一口真的都是在鼓起很大的勇气耶。这个时阵想一个7声8调就无代志啊啦吼。其实安尼比起来，7声8调其实真正无遐尔困难呢。安尼想起来，这7声8调真正无遐尔困难呢。吃葡萄干什么都没加，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加，我就觉得他不能吃，他什么都没加，真的好可怕哦！它就是纯葡萄干的味道。度过这一次的经历，我想想，真有下一次力气，应该不是5周年的时候了吧？这么可怕的棋，你们就不要哪一天惹我生气又激我干嘛的，应该是暂时不会再打开那个有劲转盘啦。除非我们那个精装版有没有？我们精装版就是这个棋的确比较难把。我们像精装版还有36张，我们像精装版尊爵不凡精装版来像好像是好，总之尊爵不凡精装版的丢币台语专辑，我们现在还差34张就可以达标，让朱蒂卡公出几孔食材之二到底是什么，而且也会开台吃。但是我开台吃一定也是浅尝，我哪一次不是浅尝被你们玩到就是必须深刻的把它吃掉，知道我的意思了吧？我们先从我们的75张，我们还剩下36张，我们来拼看看。凤梨跟芋头泥没问题，基本上没问题，给我杀下刀。红色是红萝卜，对，不知道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有3色豆是 CK 老师，他就加进去了。这么艰难时刻你跟我玩，往后一定大顺的出来，是不是 CK 老师？往后啊，请爸做保庇我，顺顺利利，安尼好不好？妈祖啊，地阿公啊，请你保庇我，海星顺利，流量高兴，卖个吃葡萄干啦！对。3色豆我是为了您各位尊爵不凡的面前加了，于是我棋被把了，我也加了，然后朱蒂卡当天改名朱莉棋。我只是想一个大到你有可能会立起的时机。哦，你说5周年吗？好，我们明年见。我明年又是一个对美好的一年，然后哀嚎周年这样子。之前的3色豆加我的，我觉得。爱吃咸蛋糕的我感觉很像真的还好对，可见大家对迪卡爱对如此深沉，我要吃到第7次才吃完而且每次量大概都这样子如此深沉，你们知道吗？对，他在叫我去不是 CK 老师，听说我后边听讲，虽然阮兜这嘛已经无葡萄干，不过听讲，还有5颗啊，还是10颗啊。是嘛，随便夹过来，所以阿妈做牛先慢车行，是慢呢，
这个爱收过清啊，收过叮当啊，我袂看字，安尼我袂看字啦，妈做牛牛啊！你看这个生成的葡萄干，我真的快解决它了。我看它渐渐在减少，蟑螂沾染就是蟑螂沾什么的，感觉也不算什么了。又有去看那个鬼东西，我觉得到时候再看。真的要玩这个真的要玩这什么莫名其妙的蟑螂展的棋，我再思考一下怎么玩。你们真的好奇怪，喜欢去叫主播做一些主播会崩溃的事情。不过你说一年真的也过得很快哦，你想想看，起码一个6月啊呢，起码一根6月啊哦，它已经6月了，我真的。不是 CK 老师，我觉得你对公平的定义好像有点误会了。这台好奇怪哦，再看一眼流量高，是不是还葡萄干加3色豆？第7世是不是？朱迪卡投胎转世到第7世，总算把它吃完了。你知道这葡萄干对我们这个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到底是有多大的阴霾吗？哎呀，下面他们藏一些葡萄干，好可怕！我清理一下这些葡萄干。不准藏在下面，谁叫你藏在下面的？脏东西，给我出来！好，我现在满嘴葡萄干，我现在要咀嚼它了。茶叶，哦，救命！每一次呢，加上一口茶叶，总是能救赎我，把口中葡萄干的味道洗掉。水灵宝贝比较担心的是，要是真的去逛展，然后录影放秀词的话，水灵宝贝，你觉得今天要是我被霸起了，你认为我会放过你们吗？我叫你们看啊，今天旗被拔了，我就必须去享受这般田地的崩溃，这种崩溃式的展场，我让你看啊，我叫你跟我一起看啊，是不是水灵宝贝们？水灵宝贝们怎么回事？我们有好多水灵，我叫你跟我一起看啊，面线们是吧？CK 老师好的，吃完了不转头回去吃了。我后头还有5到10盒，你们先冷静好吗？都会迫害双方，差别在于主播先迫害而已。主播先迫害，我哪有满心欢喜的吃下？你们对于满心欢喜的定义真的很奇怪欸。好了，你看这个葡萄干真的已经递减了。我们现在台面上只剩下快乐的芋头跟凤梨了。没错。薄荷居然不怕不能只有我受害，大家一起来呀！真的是互相伤害。我真的哪一天设那个莫名其妙什么蟑螂展的那个旗，打死我！我一个人去看吗？我去看啊！但回来我要做成秀词，我不管，我要请宝贝帮我做成秀词，我不管。我之前也一直不太敢跟你们讲那个展览，因为我担心是不是又会被拔什么奇怪的旗。因为本频道的手段蛮压力都很大，都是最喜欢过来相爱相杀
好啊，你也是神力女超人啊！哦，数量别超过上万只不太会怕哦，我只要有一只我就崩溃耶。好来。玩自己的声音真的好好玩哦。猪猪的喉咙，这几天努力让他好好的休养复原。我看礼拜5有没有办法来，我们来唱唱歌哦。谁宝贝哦？等一下都把镜头拉超近，然后自己不看，对，一定要。然后，我只能说就是天生带喷气场的我，搞不好就是想要害你们，然后就是自己就是觉得哦计划通，然后故意把那个镜头拉很近，但是没有对焦，然后全部都是糊的这样。结果是观众计划通。因为你们知道有时候镜头拉近，你没有把那个镜头按一下对焦的话，然后整个都是糊的，你知道吗？反而是观众计划通哦，这只猪又录到砰了这样。然后水灵宝贝剪得很快乐，因为全是糊的，他也不晓得到底在剪什么。秀的观众不一定会看，但猪猪剪辑师一定会看。水灵宝贝不怕啊，对不对？你有多勇，朱莉卡？我超勇的，我真的是上千颗葡萄干，真的还完了，兄弟啊，我真的要还完了。兄弟啊，最后一口，好大啦，好大啦！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救命啊！最后一口，加油，朱莉卡！最后一口。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最后了，最后一口茶叶，茶叶。有一个卡在牙缝，等我一下。我真的完成了。我真的完成了吗，兄弟们？我真的完成了吗？啊！天啊！我觉得他娃一定很后悔送我这个杯子，怎么会被玩成这样？谢谢非常之梦，好正向哦！怎么会这么正向？你们都好正向，我的兄弟们。不知道为什么崩溃后就想到什么干对你胃口，大话，你怪怪的，咕噜咕噜吗？哦，茶叶真的是太重要的。葡萄干已经吃完了，专包假料料啊，柚子。
葡萄瓜转包夹了了，全部吃完了，我的重训餐真的已经绝响了，天哪！只希望张完成不要直接到开放式掉。如果开放式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想参观啦，开放式太可怕了，你知道吗？大家伊拉塞，上千颗葡萄干我分成7回，我总算全部把它解决掉了，7回都是这样的一个量我觉得应该是带杀虫剂应该是会被禁止入场，没错，很欠揍人家是蟑螂展，你这边就喷杀虫剂，还那种水淹式的，有没有？在那边故意就放到角落水淹式的，然后过2天，那个整个蟑螂那个全军覆没，水淹式，你反而听得很快乐，都要禁止吧？有不好的是因为有些品种很贵，像你们说的那个白蟑螂，有些其实那个是很贵的东西，对。然后水淹式全军覆没，对，然后罚行者还要罚钱，被抓去关这样子。我完成了，天啊，救命！这到底什么鬼？我真的完成了好可怕！我再喝一口。花那伊拉塞，真的结束了吗，兄弟？真的所有的葡萄干都结束了吧？应该不是我在做梦吧？我真的还完了，对吧？我真的还完了，对吧？想当初我还在想说，天哪，我这些量我到底要怎么还？结果我真的还完了yes ！2026年6月2号下午1点51分，我真的把所有的葡萄干吃掉了。好快乐哦，还把所有出入口锁死，对，一定会被索取赔偿。今日份不是今日份，往后就再也没有所谓的深层重训疼爱惨了这个痛并快乐着的感觉，想到以后就没有了，真是让人觉得寂寞呢。兄弟们，谢谢你们的有劲葡萄干。哪一天要是我觉得我想不开了，想跟你们相爱相杀了，就是我开启我们的有劲转盘的那一天，好吗，兄弟们？好可怕好，先苦后甘，我们完成了一半了，对，我们后面还有一些重训的部分要慢慢进行。来，今天负重6公斤是12下，然后128秒的棒式，分4次做，然后深蹲200下。好，我们分批做。今天来爆大汗一下，也算是把刚刚的那些吸收的碳水好好的有氧有氧嘛？今天好像不对，今天算是重训居多。好好的重训，好好的深蹲。是的，花奈。我们高雄，咱高雄今嘛有在加拽展览，展览吗？展览，好，我大家查一下台语怎么讲，展览吗？好，对，我们就在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美布巴巴伊拉塞，没有是要换下一个名称了吗？等一下，目前都已经没有葡萄干可以作为深层中训餐了，到底要换什么样的一个名称哦？先苦后甘，再来更多的葡萄干。我只要不要把我的有劲转盘打开，一切就是安全合法。安全合法是什么？震惊！停播流居然是这个某知名虚拟主播在蟑螂展刷中惊吓，竟然损毁展品正被调查中。你们记得保我出来，拜托！那时候就无关冲不冲塔了，请拜托保我出来好不好？转盘开启之后写，没错。腥风血雨，写新爱情故事，是不是？朱蒂卡就最爱跟这些熟男面前相爱相杀，为什么？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过来这完全是杀红眼没有看大家下跪求饶，完全不罢休的那种，你知道吗？灯烂啊！灯烂哦！刚下你想想灯烂吼，刚下他说灯烂，那听起来就恐怖对了，迪卡有要吃葡萄干，看要不要买梅粉吗？我跟你讲，非常之某，其实我很爱吃那种咸葡萄干，就是它是绿葡萄
下去加梅粉的那个，我就完全可以接受。只是因为它那个糖分又会过多了，因为本身葡萄干已经有含糖了，那梅粉又撒进去，那它那个碳水就会过多，真的就会比较肥胖。所以我觉得虽然说那很快乐，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刚刚那个黑黑的很讨人厌的，至少比较不会造成太多身体负担。那当然因为它也是有糖分，也是会有身体负担的状况下，我们把它重训掉，对，我们把它转换成肌肉这样竟然没了，恰恰碎亏啦，先填后面还是填这样，我去排队警察局这样就买票我会看到一个被拘捕的某女性总之在警察局深蹲反正都已经被捕了，反正坐在那边也不知道干嘛，不如深蹲吧。我是一个到哪都有办法深蹲的女人。我在蟑螂展要是真的惊吓过度，不排除会当场深蹲，知道吗？对，只要重训，那我的大脑分泌出一些血清素，这样子基本上那些惊吓感就有办法压下去了。真的深蹲救全世界，请各位深蹲起来，谢谢。撒盐巴什么？枸杞的话还 OK 啦，还算可以吃。枸杞有时候我会拿来炒饭，对啊，对眼睛很好。因为中之很常常在里面健身，因为好，我如果今天真的上手靠脚疗，我还是可以啊。脚疗的话是可以深蹲嘛？脚疗的话，那个深蹲至少要与肩同宽的话，好，如果这个脚疗可以让我与肩同宽的话，我可能跟警察稍微就是要求一下，不好意思，你可以上我脚疗没关系，但可以与肩同宽吗？谢谢。如果是上手铐的话没差反正我双手就在前面还是可以深蹲到时候被拘捕了还是要深蹲，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戴头套也能？是戴上头套，就是这个，即使如此，重训魂依然在警局内燃烧，这绝对就是我，知道吗？记得去保我，谢谢。你那深蹲就戴起来，就是这个过度健康，居然还在里面深蹲，这基本上可能抓错人了，还是把它放回去好了。脚疗，大宝老师，脚疗居然与肩同宽，为什么大宝老师如此熟悉呢？是因为您的好兄弟常常被靠脚疗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本身你们常常在家里有一些警察犯人游戏这实在是太情趣了，这样的理论上是可以的，不然怎么走路？也是对耶，对耶，以常理来讲，谢谢你们告诉我一个重要的资讯，脚疗若与肩同宽，其实我今天被上脚疗，我依旧不会放弃深蹲，好不好？那可能因为太奇怪被放走，那就皆大欢喜，不是吗？警察，感受说荧光调迪卡中正健身完，就被带去凯旋。我这样子一个程度，如果被带去凯旋医院的话，没有关系，我就进去，然后我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深蹲。对，反正都已经不正常了嘛。对，反正就大家压力山大，都已经可能我们就是在这个情绪方面，这个算是心理方面，大家都是压力山大被压垮情况下，有缘成为就是凯旋医院的病友，那不如就大家一起深蹲吧，反正就蹲吧，反正都已经被当成是怪人了，那不差那一次，你知道吗？被送去凯旋医院更要深蹲反正都被当怪人了，你知道吗？但是警察去收紧，这行为比我还健康。对啊，老贝老师都知道，重刑才有那个是不是啊？在上脚疗。好啦，今天我要是真的不小心在蟑螂展做出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或许没有机会上脚疗，但是如果真的被警察带走的话，请记得来保我。对，你们一定很好认出我，就是那个在深蹲，在警局里面深蹲的那个人，知道吗？好啦，这个旗还没立啦，到8月底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缘分，我们真的去看一下这个蟑螂展哈。这个朱迪卡是不是要立这个旗这个我不好说兄弟们。我这么爱跟你们相爱相杀，我现在脑子里已经在转说，是不是真的要立这个莫名其妙的旗？感觉真好玩，真有趣呢。我不只可以在蟑螂展深蹲，满不已，真的被警察带走，还有办法在警局深蹲，是不是？太认真讲干话，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压力都很大，我也是。
没有就带进风了。那么这个常常跑出来，许孝顺去凯旋营业，是不是？既然大家都在身心部分承受了莫大的压力，变成了这副德行、这般田地了，不如就深蹲吧，对不对？通常看伤害重伤害罪会有伤害前科那种才会上脚镣啦。同胞病人哇，新来比我还怪，没有错。被主改变之后，整栋都在深蹲，是不是？是不是？与其被人家冠上就是可能心理疾病可能就是无法社会化的这群族群，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深蹲，反正都已经这么怪了，不差这一蹲嘛，对不对？把这笔当到发疯。蟑螂展，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怕，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要我去看的话，这个奇力在那边嘛，好拔了之后，我不会放过你们，老娘不会放过你们，我一定要录个瘦子回来，我不管。对啊，还是最奇怪的展览，龙类契约或许有啊，不是非常之梦，我真的很胆小。蟑螂展我可以接受，是因为它是可预判行为。它就是一只我会害怕的昆虫，但是鬼怪我无法预判它会做出什么事情。对，所以比起来，我觉得很像蟑螂展的，其实还是算是可以立啦。对，好啦，兄弟们，我今天总算还完了葡萄干的部分啊，葡萄干真的没有了。实体和虚实的差别，对。实体跟虚体的差别，我觉得实体我看得到它，虽然说它有时候会因为没有打死它跑不见，顶多很担心它何时再出现，但是呢，虚体的部分我无法掌握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我相近，可以的话请不要。啊，小妮妮，猪猪姐姐这边已经没有葡萄干了，哎呦，怎么会吃得这么快啊，小妮妮？小妮妮，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一下子很像宋猪猪，超多葡萄干的，对吧？小妮妮，我没有浪费你任何一颗葡萄干哦，我没有浪费面线兄弟任何一颗葡萄干。我分了7次的这个深沉重训回，绝响！你们再也听不到我为了葡萄干哀嚎的惨叫声了。小妮妮，今天你是来见证我把葡萄干吃掉的这一刻吗？你来的正是时候。没有葡萄干了啦，销售啦，小妮妮。对啊，我是有护身符，我是24小时随时带着护身符的猪，因为我真的很胆小，我太胆小了。看展立旗吗？只要这个旗我不立，我在8月底以前应该都算是安全。对，但是总觉得跟大家相爱相杀真的是怎么这么好玩啊！可恶，让我想一下。来说是教育拉上，当你身上护身符可以拿来攻击，等一下，我身上好像有什么护身符可以拿来攻击吗？有吗？我这边都变尸体了，我被猪打死，我会尽可能的不要动粗，你知道吗？对，超级葡萄干，我们小妮妮那时候撒了上千颗葡萄干下来朱蒂卡的频道，我真的，当下我心里想说，花了发，我吃得完吗？我可以吗？我吃得完吗？怎么回事？结果我吃完了，小妮妮，猪猪吃完了。妈妈说吃完就要补货，你们先不要冲动，不要紧张。我们听说后方还有5盒还是10盒即将到朱蒂卡家，但是呢，只要我不要开启那个有劲转盘的话，我就安全，我就安详了，不是吗？就是这把栗子啊，薄荷，你知道的太多了。我现在脑子就是已经在思考，我究竟什么时候要再把这个旗子立起来，让你们玩得开心，然后又不是那么轻易让你们拔掉，哼，才不会那么轻易让你们知道呢。好可爱哦！蟑螂场深蹲进凯旋带动，还有这种酒展去买一点酒之类，然后抽奖给有喝的面线哦。我比较少开这一类的抽奖因为
除非是那种转盘式的，大家可以相爱相杀。对，但是我出去，要带个什么东西回来，顶多就是尾牙的时候，可能刚好有卡到去日本，然后我会带一个东西回来，然后让大家抽看看。对啊，只是我比较少会去出游的时候，然后带个什么东西回来抽奖这样，因为我自己是倾向比较多都是希望我自己是手做的东西，或者我自己特制的点心回馈给高阶会员这样子啦。对，那想起以前一种广告语，燕角也咕噜咕噜滴，什么什么，就是不知道吃完很棒，对不对，小妮妮，我真的做到了我们剩下最快乐的芋头跟凤梨了。对，改吃坚果吗？坚果它含油量比较高，而且我很爱吃改吃坚果当然好啊，可是我觉得改吃坚果大家应该不想拔起了。今天公司的咖啡豆叫什么？港都夜雨，好像有点耳熟。对，它是一个很经典的老歌啊。鱼饺、燕饺是不是？可能我要去查一下那个广告。对，真的吃完了桂冠火锅料。好，其实猪猪很少吃火锅料，因为它是热量的集合体。谢谢你们兄弟们，我真的吃完我们这次的葡萄干了遵守约定了。哼，不会这么容易再开启这个莫名其妙的有劲葡萄干转盘啦，不会啦。好啦，我先来还一下重训的时数。现在其实不急，等到第二害怕的东西出来也不迟，我也是这么觉得啊。那我们目前还差36张的这个精装版，需要大家好好的支持起来。我觉得等到我公出第二害怕食材的那个 moment， 就有得玩了，绝对好玩。好啦，大家加油！不嫌弃的话，支持一下我们生日季的套组单品，以及我们现在这个尊爵不凡精装版将出现了的这个部分，我们还差36张，有达标的话，我就会公出我第二害怕食材是什么。我也会开台跟大家好好的浅尝，好好的崩溃。那个时候搞不好有进葡萄干，那个时候搞不好有进转盘，就有机会再次出现，把它融合成地狱式的料理吃播。大家加油，还有36张哦。非常久的，像是无聊开了一整袋核桃，你全部吃完了，哇靠，那含油量超高然后想要参考一下我们的商品的部分，全部都在你的置顶或者是置顶底列，头壳顶还是你的下卡，我是不知道反正就是在聊天室，然后不管是你的置顶还是置底都可以参考一下，我们都点下去一应俱全。不管是我们现在还剩下的一些现货周边，还有我们现在预购的生日周边，以及目前也是在预购中的咱的第二批台语专辑，我们台语专辑的部分精装版，最近有看到很美很美的完稿了，对，但是我还是继续卖关子，我顶多透露了就是右下角的 mark， 大家可以去可能我的 DC 或者是我的 Twitter 去看一下这样子，对。到几号啊？什么东西到几号？你是说这个期吗？非常之梦专辑只要有再买36张，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专辑很像是卖出了39张的样子，还差36张，也就是说总和要到75张总和到75张专辑，而且是精装版的部分有卖到75张，我就会公出我第二害怕的食材之外，我还会吃，但是那个时候当然是浅尝，对，浅尝的部分。既然要相爱相杀，那我当下也公出了第二可怕食材，相信又有得玩了。对，但是这个棋说真的不好拔，因为如果是大佬们，可能一次可能拔个也是丢，可能好4-5万好了，马上就拔起来嘛。对，但是因为这个是75张，必须要有一些可能多的新朋友愿意过来消费我们的专辑，才有办法拔的这个状况下，比较不好拔哦，比较不好拔。那基本上专辑的这个期我是没有限定时间，不过我们的生日套组的话，就是到6月25号预购，预购到6月25号，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把握一下我这个非常宫庙的风格迪卡嘞
真正就爱台湾文化的物件啦，吼，所以咧出商品啊，出这个周边的时阵，吼，尽量就是甲咱的这个台湾的元素甲文化，吼，甲做伙，吼，尽可能的就是我在出我们的周边或者商品的时候，我尽可能就是希望可以找一些台湾非常非常可能熟悉，但是在这个圈子比较少会出的东西。我觉得目前我们这个宫庙风的帽子或者背心，就是我自己很想出的一个。还有这个农药袋吧，这个农药袋也是我自己一直很想出的，就超赞。我一直指错方向，我一直指错方向，这样对。好，总之6月份一直到6月25号以前，好，我们这个生日周边的预购，大家把握时间。好，但是专辑我们就不限时间了，对。公开后更多面线没有崩溃，好哦，没有吃化蜡纯开而已，然后就是葡萄干应该有赏味期限，所以赏味期限可能有1-2年的时间，我可以挪到明年嘛，对不对？想不太到迪凯会怕什么食物吗？那个食材我也一直不想分享让你们知道，因为它那个真的很可怕。然后让你混合吗？好，如果真的供出来之后，到时我的有劲转盘再打开，老娘看要不要那个时候再来配合一个蟑螂展的这个棋，看大家要不要一起来玩咯。不过就说了，这个棋不是那么好拔，好不好？对，还有36张，大家加油，大家加油哦！纪念周边到几号？纪念周边就是到6月25号，对，就是我们的生日纪念周边到6月25吼，到6月25年吼，爱把握时间吼，来送朋友吧，也可以的，对谢谢，也欢迎就是把猪猪的这些商品或者是专辑推广出去。对，你自己可以买2张，其中1张送给朋友，或者你自己可以买3张，其中1张送朋友，其中1张自己收着，其中1张打开来摸一摸，每天摸一下，考试考100分，好，一个人买3张，好，绝对好。平安顺遂大赚钱咯！刚下都打，好啦，我重训了啦。说真的，你们一个人买3张，说真的，除了推广用之外，差不多就满了，你知道吗？不过还是量力而为啦，就老话一句，就是大家把自己的那个身体还有生活顾好。真的要买3张，1张推广，1张自己收，1张开起来摸一摸，保平安用。还不错安尼袂歹呢建议这个建议袂歹啦为什么我现在的视窗还停留在蟑螂展？我先把它关掉好了，画了放，看的真的是很掉线超级掉线的。好，兄弟们，时间差不多啊，时间来到的2点30分，我希望在今天3点以前结束掉今天的这个重训的部分，所以呢，我先去纠结来变瘦嘞。我先去上一下厕所，马上回来。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去这世间的匆匆，到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的梦醒。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更高世界，伊sẽ kinh常看待，到讲进来无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下，波波风飞，心悲之泉，你是情感真的，看你困变是我的嘴脸。叫我的慢
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受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世态，伊势比超看待，刀光剑来的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放飞，心比之嘴比之情较真呢，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耶，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猪猪回来了，来，我们快点快点！哎，大宝老师有帮我们准备，等一下有那个什么，哎，是哪一首歌的那个 PV 是不是？我看一下，哎，天蓬哦，好诶，有一个天蓬星座的这个 PV，等一下我们3点15分飞过去，快点！我们现在先来重训，要赶3点15分的飞机哦。耶！又在放葡萄干水母，我们拿全家的身份证去买3份，是不是？发鸡排，买来送朋友，对，可以哦，买来推广送朋友哦。如果说愿意这样推广，其实基本上非常感谢啦，超级感谢，好不好？
对，我们等一下3:15会飞去 PV 这个天蓬星的 PV 可以看看哈，可以看看一下哈，可以看看。好，也谢谢，这是周边商品等等的啊，还有专辑的部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听说这次那个天蓬的 PV 很抽象，然后我还没有看哦，所以猪猪等一下会过去跟大家也算是一起，真的是首播哦，大家一起看哈。先来铺我们的瑜伽垫。我们聚精会神赶3:15，然后赶银行3:30。真的很像赶银行3:30好来，兄弟们，我现在来聚精会神了。对，给滴滴之歌，好不好？啊，这个交通频道先生你好，大家开始重训了，来吧。来，我记得是12下吧，有负重的是12下，看一下。好 ，OK， 来吧。好，兄弟们，我们赶应该是3:10就一定要完成，等下15分就准时要来首播一下。好，谢谢水灵宝贝，感谢你。来，我们先从6公斤12下来，贝贝。关节又在啪啪啪了，麦克风先拿到旁边哦。1、2、3、4、5、6、7、8、9。10、11、12，好，6公斤的还完咯。我们要先设定一下棒式，每一组一样都32秒。32秒。好，设定完了，快点，我们棒式先快来第一组，赶时间，赶银行3:30。
兄弟，我记错了，我记成32分钟。我想奇怪，他怎么没有想？好啦，总之32秒过去了，我记成32分钟，真的太蠢了！救命啊！我在干嘛？我记成32分钟，32分钟，我真，哇靠！就地升天呢！好，还好我有发觉，想说奇怪他怎么没有响？我已经做到快40秒了。OK， 对，我记到32分钟，超蠢的。OK， 我记到32分钟。好，放置还完第一组，赶时间。接下来我们那个50下的深蹲有4次哦，分4组。然后大概也是25下做，所以其实应该是8组。但是我们先快点把第一阶段的50下先还完，赶时间，赶银行3点半。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好，休息一下，继续。今天滑的比较慢的就是200下深蹲啊。而且深蹲其实基本上，猪猪每次去教练课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配重量，效果是会比较好。不过其实你连续做200下，即使没重量，你也觉得你真的要升天了。只要姿势正确的话，其实200下深蹲你不负重，真的也效果超好。所以我才说，不管到哪里都有办法深蹲，你知道？这到哪里就蹲一下，会上瘾呢。不要再说是怪人了，蹲起来是不是？我们的核心、我们的臀型、我们的大腿会更加的 sexy， 好不好？我说的是真的，我没有在讲干话了。哦，好，接下来第一组之2，25下。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
15、16、17、18、19、20、21、22、23、24、25。好，赶时间，银行3点半来。32秒，不要再设定成32分钟了，朱莉卡，太蠢了。对嘛，32秒。来，第二组棒式。现在赶时间呢，好赶哦，效果拔群，冒大汗了。好，第二组棒式完成。好，不可以。让我看一下工作讯息哦。哦，哇靠！我看到妹布爸爸，哇，吹落去耶！妹布爸爸他本身的套组已经有含那个他的精装版的 CD 咯，然后他还特别在我们的卖场另外再买了2张精装版的专辑。天哪，妹布爸爸你家追落去啊！所以我看一下，我们当初3万8的那个套组啊，它是有含专辑的吗？还是说含专辑的是多少钱呢？等一下，有点年代久远，我看一下。等一下哦。看一下我们募资专案，还要回来看自己募资专案，完全忘记。哇，真的哎，妹布爸爸。已经有我们2套募资专案，3万8跟12万的精装版专辑喽，已经含在里面喽。然后他前2天又自己下标了精装版2张屌皮专辑。妹布爸爸，我谢谢你哦，你总共4张精装版专辑。好，妹布爸爸，我是说这是。身为人夫的你们都比较会精打细算吗？我们像扣打有4张嘛，对不对？扣打有4张，好，1张好自己收起来，好拱起来，哈，动最是拱马白，好行猪白呀，哈，1张收起来收起来，
哦，第2章哦推广送给你哦喜欢的朋友哦，强迫他哦听我们的 DOB 专辑哦。第3章哦拆起来摸一摸，每天考试考100分哦，每天都找得到车位哦。第4章安泰座是这样子，自己乱讲。谢谢，我们刚刚原本想说扣打3章哦，让大家就是1章推广，1章就是攻起来，第3章可以拿起来摸。然后现在我们内部爸爸自己加入第4章，应该是安泰座了哦。这个名字的选择安泰座好不好？我们的金钟版真的很像精品哦，超级像精品哦！谢谢支持，谢谢支持。然后我们预购哈，生日的周边套组是预购到6月25号哦，请大家把握时间。然后专辑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时间限制，不过就是还差36张的精装版，就可以让猪猪攻出极恐食材之2。那个时候大概又是一个腥风血雨的一段时间了，好不好？我痛并期待着，好吗？我还有葡萄干不够多色哦。好，来，我们来赶3点半，来，我们剩下150下的深蹲，来，第2组50下 ，Go。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3、24、25。什么葡萄干不够多？我的葡萄干已经吃完了，没有看到吗？我们的现场也在很丢，那葡萄瓜已经1颗都不剩了，爽啊！啊，开心。我们这个葡萄干的深沉哀嚎、深沉疼爱重训餐，暂时成绝响哦，暂时。讲席已经 get 到了哦，好，目前我们剩下那个深层疼爱的这个重训时数，很快乐的会慢慢的还完，然后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右手边在滑动的那些，称之为这个广告哦，商品的这个展示图啊，还有我们专辑展示图，以及如果您刚好是150块会籍的会员们，记得6月份开始填单咯。然后当然您继续是我的高阶会员的话，当然是继续享有不填单的优惠资格。对，猪弟卡我不知道怎么填单呢，没有关系，加入我们的高阶会员，让猪猪帮你填，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判断哦。但是我不要吃葡萄干，谢谢。OK， 接下来25。
19、20、21、22、23、24、25。妈，超爆汗！太棒了！我觉得我明天会乳酸堆积，我最喜欢这种感觉了。乳酸堆积的感觉真好。来，赶银行3点半，接下来棒式。我们今天节奏超快，所以超爆汗哦。棒式第3组，来。我回来了，哎呦，乳酸堆积的时候，哎，用力压下去，用什么压？请问敬爱的你们都是用什么压呢？我都是用魔法对付魔法乳酸堆积是吗？那一定是做的不够深沉，再多2组，不，再多5组之类的。用魔法对付魔法。哦，好，还有100下的深蹲。我看到这跑马灯就好想念，很怀念啦。去年我们在募资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也是把那个大家赞助的时候留下那些加油打气的话都截下来，然后我也把它弄成跑马灯嘛，然后就在募资的那3个月，就是都把大家的这些很暖心的话语都把它截起来，然后变成跑马灯这样。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都会不会就是故意等在那边看看自己的出来了没有这样？如果是我会就我的在这里，我的在这里这样。对啊，就每一则那时候都一一把它截下来。一转眼我们专辑出了，专辑现在居然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预购实体专辑的状况哦。哇，时间过好快。好，脚脚摔摔的，我们还是要继续下去。来，第3组 ，Let's go。哇，我今天自己再自行加个50下，是因为我发现我们深蹲剩下的那个数量蛮多的。你今天加总一下，除了深蹲之外，应该都还完了。深蹲好像还有200多下的扣打哦，今天还完之后还剩下200多下的扣打的样子。我等下再跟水灵宝贝确认。来，第3组。1、2、3、4、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
好，哦对，剩余的我记得好像剩下233之类的，没有记错的话。593，午安，欢迎来到迪卡频道。我今仔日在重训啦吼，把的时速缓一缓。但是我上欢喜的就是我的葡萄干已经吃了啊！哦，我够欢喜耶，送啦！我的葡萄干总算吃完了，你看里面没有葡萄干了，没有任何的一颗葡萄干来污染我的这个餐盒了，只剩下让人快乐的这个芋头、凤梨跟三色豆。但我先说，我原本对于三色豆跟凤梨是比较没有办法的，但是有了葡萄干的加持，在葡萄干面前，什么东西可以变得很好吃，就是这个意思哦。我记得很清楚哦，谢谢神宝贝，我们今天把深蹲的200下还完，我们还有233下，对，233下的深蹲，我们下次还会再继续把它还完，只是不用吃葡萄干了啊，好快乐。好，我刚做到哪里了？我还剩下100下的深蹲，对不对？哎，还是我的深蹲已经还到75下，只剩最后75下了，对吧？完蛋了，脑子刚打结。我记得我深蹲刚刚做了25下，中途休息，剩下75下，对吧？好，对，没错，应该是这样。那接下来再拼25，赶时间，赶银行3点半。75，这个时候我就会算得很清楚。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很棒！我们深蹲剩下最后50，来赶时间，银行3点半。设定那个时间其实蛮刺激的，赶银行3点半，我们大家去看很迷幻的这个天空的 PV。OK， 哦，大宝老师有先帮我设定好吗？我确认一下，没有的话我确认一下啊，是这个 PV 的东西。算了，我先把棒式还有那个深蹲还完，再来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先设定好降落了？谢谢大家，今天赶银行3点半，所以我们节奏超快。哎呦，等我一下哈，来 ，OK， 来，我们最后一次的32秒的棒式还完吧。开始，
天哪！要是没开冷气，我现在的汗真是会把我淹没哎。哦，其实没有要赶时间啦，基本上是3点15分没错，是3点15分没错，只是因为临近3点半，就感觉就常常会就是有一个梗啊，不是常常说你在赶银行3点半哦，银行3点半要关门，所以会赶银行3点半这样，其实是赶3点15分，没有改哈。OK。没错的话，那个 PB 首播应该是3点15分。来，我们剩下最后的50下深蹲，来得及。我的棒式还完了，哦，棒式还完了，是啦。好，刷得来。最后的50下深蹲，来。最后的50个深蹲，太棒了啊！我觉得我明天的屁股跟大腿一定酸爽。好，最后一组50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5、好，25。好，休息一下，我趁现在确认一下我们那个 PB， 我们那个时间，我设定好了啊。OK， 首播的时间3点15分，没有错。好，哎呦，好紧张哦！我自己也还没看过，到底是多么的迷幻啊！迷幻的天空是吗？好，然后我现在看一下这个设定的部分有没有设定好了。好 ，OK， 待会降落的地点也设定好了哈。来，今天很临时的加上了一个小小的惊喜给大家，在今天我们深城重训餐的葡萄干已成绝响的这一刻，大宝老师还有 YHL 老师送给你各位的这个秘密的礼物啊，一定是为了普天同庆，我再也不用为葡萄干而感到愤怒或者是哀嚎了。来，最后的50下，我们一样猜25、25哈。
5、6、7、8、9、10、11、12、13、14、23、24、25、好，很棒！我靠，今天这重训内容真的，不管是节奏还是这个量，很棒，完全迎合朱蒂卡最喜欢的这个爆汗的这个节奏跟内容。我们最后的25下，好，来喝个水。谢谢水灵，一直替我计算我到底还剩下多少下，我到底还需要还些什么东西？哇，我现在的脚已经有酸爽感了，太棒了！好，时间来到2点57分，我们赶得上银行3点半了，我们赶得上银行3点15分了。好，来最后的25下。1、2、3、4，没错，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5、4、3、2、1，完成了！啊，我把今天的葡萄干吃完了，今天的送训也完成了，太棒了！啊，我今天中午吃的奶油甜甜圈，还有刚刚的葡萄干，总算派上用场了。我今天多加了50下的深蹲，是因为中午吃了好好吃的奶油甜甜圈，超好吃，热量超高。谢谢兄弟们啊！我们又很完美的让这些碳水变成了我们身上的肌肉。哦，我来收一下我们的瑜伽垫，快点把快乐的凤梨跟芋头吃一吃。我们就要降落过去。我们这个很迷幻的这个天空的 PV， 朱莉卡自己也还没看过的。
一下。没错，而且还是我们的烘焙顾问李威啊，不是他做的，他朋友做的。我们这边很多那个烘焙师傅交流营，很多热爱烘焙的伙伴都会聚集在一起啦。然后其中一位做甜甜圈的店家送给他，然后快点叫我去拿，因为很新鲜的奶油生甜甜圈啊，倒数都没有错，我谢谢你哦，他哇，耶，完成了！快点，我们现在赶银行3点15分。讲的好像那个证券交易的这个频道，来，哇，这个快乐重训完就需要一点高糖的东西，快乐就是快乐，我真的觉得这次的生神重训餐走一遭，我才发现原来凤梨罐头真的可以这么好吃，好快乐哦！你看我没有发出咕噜的声音，就代表我真的是快乐的在尝试它，品尝它，好好吃哦。满足。这才是人家正常在吃东西的声音嘛。之前那个咕噜咕噜是怎么回事？而且我居然有办法跟你们咕噜咕噜整整6次因为其中有一次是威力教练过来嘛，我居然有办法跟你们咕噜咕噜6次到底怎么回事？好 ，OK。哦，太快乐了！好总算把该还的都还完了，剩下最后的233次的深蹲猪，再看要怎么再把它还掉。原来是快乐的芋头了，对，但是快乐的声音就是不一样，就是如此正常的在吃播就不是就应该这样子吗？吃播本来就应该这样，不是吗？这样是快乐的声音，真的是托葡萄干的福，我就连3色豆都有办法咽下去了。赞赞，好，接下来是快乐的芋头，而且又有奶油好快乐哦！太快乐了，好开心哦！酱，好吃。过于快乐。讲到这个啊，其实我在想，有朝一日我们一定又会相爱相杀，然后如果我真的供出了第2害怕食材嘛，势必一定有机会把这2个食材再融合成，可能是又是惊恐蛋糕，又或是惊恐的一些料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那2个东西集合在一起，究竟我会比较害怕葡萄干还是那个东西呢？就真的是拭目以待。那总之这2个东西，我是打死都不会主动开启，或者是主动购买他们吃。
这葡萄干，我只能说朱莉卡，你活该，你就活该。谁叫要立什么莫名其妙的旗，开那什么莫名其妙的有劲转盘？开心。完成了，兄弟们。我现在在享受那个芋头的余韵，在我的嘴巴化开，那真的让我快乐。有没有？刚刚那个芋头的颜色就像我的头发一样，真正天然的芋头的颜色应该就像猪猪下的头发一样的这个颜色，这才是芋头真正的颜色。我刚刚忘记把芋头放在我头发旁边了，完全忘记耶。太感谢了！这7次的真诚疼爱重训系列，我们第1期告一段落，第1期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还有244下的那个深蹲啊，之后再看要怎么把它还掉哈。那个对猪猪而言其实是只要没有葡萄干可以吃，只有还区233下的深蹲，真的是伤过简单呐。真的是伤过简单呐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啦我不被呛声，我只是想说真的伤过简单呐只有深蹲。好，从今而后再也没有什么让我害怕的企划可以打倒我了。我妹弟多ございます，谢谢他啊！我真的觉得我这半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这半年很像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耶，很开心在6月2号的今天，我们真的把它还完了。是呀，我这咖喱三毛我把奶油舔掉，我要狂了，完成了一个大大的里程碑。好，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好的，那等一下，我们也差不多真的要降落过去，我们这个很迷幻的天蓬的 PV， 我们一起看哦，想要看起来到底是多么的迷幻，看一下到底是多么的迷幻。然后也感谢，就是目前已经订购了我们不管是精装版、瓶装版的 CD 的大家，然后我们尊爵不凡的这个精装版，目前还差36张就可以让朱莉卡攻出第2，害怕食材。然后我们这个宫庙系列的这个生日套组，不要忘了一路预购到6月25号为止。对，那么当中就是背心有一个算是印量的一个算是怎么讲？最低印量总之是20件。对，那基本上在最后的这个预购的期限，对，就是一直到25号以前呢，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就是抬到不行的这个背心，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替我们预购起来那目前就是看一下目前背心跟单品，看一下单品跟套组，目前被买走4件。那目前大概抓15、16件的扣打，我们才会达标起印的这个数量。但是大家也是总之量力而为啦因为毕竟我们还有这个专辑的部分需要大家支持。对，那比较有时间上的一个算是压力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套组的部分。对，因为毕竟一路预购到6月25号为止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没有关系，就是安呢。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跟你们聊的。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也感谢目前已经有帮我们把那个专辑多买回家的大佬，有一些推广，有一些安泰做，有一些自己摸一摸自己收藏，有一些就供在那个公骂名桃景，供在神主牌位旁边，马西也塞啦，下个月会是
下个月的我去想办法，什么东西？我每次在看你们讲说什么交给下个月的他娃想办法，或者是交给明天的水灵想办法，我就觉得很有趣。这个讲法真的是超级有趣的，好可爱。好啦，就自己的身体还有生活先顾好吼。然后我们的背心可以的话，我们帮我们支持起来。我们这个宫庙背心真的在频道里面真的非常独树一格的这个周边的部分吼。呵，就是安呢，就是安呢。那我们时间来到了3点11分，我们一起降落过去。我们这个天蓬的这个很迷幻的这个 PV， 准备首播咯，大家。我先切换过去我们的片尾咯。明天应该是要录些东西，所以猪猪应该就是休息或突发啦吼。就是安呢。然后礼拜4会有我们台语课程，好。然后礼拜5的部分，如果喉咙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来唱歌。以上でございます。深沉的重训葡萄干，我总算不用再吃它了。天啊！交给未来的自己想办法，再留自己，再等5号的自己，好可爱。好啦，我知道大家发薪日快到了，没事，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冲看看啊！也希望大家量力而为，不要有压力哈。辛苦了，依旧被什么迪卡掉在房间的天花板是什么东西啦？对啦，我们要差不多一起降落天峰的这个很迷幻的 PV 的这个首播的现场哦。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究竟是多么的迷幻嘞！准备被降落啊哦，兄弟呀！